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個消息，香港旅遊業最近係咪迎來復甦呢？旅發局最新公布，4月訪港旅客有380萬，按年升1.3%，而頭4個月總數更加突破1600萬人次，比去年多1成。內地客佔1205萬，東南亞同長途客升幅仲犀利，台灣、日本、澳洲呢啲市場全部雙位數增長，澳洲更飆升超過30%。點解咁強勢？春節3、4月連場演唱會效應等固然幫到手，下半年相信都會繼續精彩。政府預告有多項國際盛事，旅遊局局長羅淑佩都話對全年預計嘅4900萬旅客目標有信心。各位投資者同做生意嘅朋友都要留意旅客回升，相信零售、餐飲、酒店需求必定跟住上，大家要準備好把握機遇。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呢度。